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运甲你负责你啊，负责的但是当来是和500岁的时阵，正月的时，你当中就是你爱来修复和他经过不能断绝啦。那么底下要咱各位先来解释，什么叫做和500岁？和500岁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失调啦，伊了解未来，伊咧看以后啊，这个正法的形势，伊大分做5段，一段拢500年。第一个500年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就是慧学坚固期，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经，会当接受到佛的研究，也无去走进去，所以当中照佛的研究，安尼无去修拢会先到，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，也叫做慧学智慧的慧学的坚固。那么经过500年后咧，已经离佛已经500年啊，所以这个500年中间咧，大家咧透过禅定，就好像来体会到了到底当时圣经讲这个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规讲500年到1000年中间，这样子呢，大家咧拢中一个学禅定，这个所在，你就体会了一个这未来生活。所以，到即马目前平论文，包括有人就是讲啊，你一贯做吼，无咧做啥，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来讲，但讲这句话人伊唔对，伊落伍1500年啊，已经落伍1500年。因为这个伊1000释迦400到1000内底，这两种是禅定变过。那么经过这500了后咧，5个人不可说不可说。无5个人做到4个，所以人讲话啦，这就是用问啦。到底你是5个还未？你嘛讲做我听看嘛呢？所以人讲咧就开始啦，不断伫1000年，释迦是1000年到1500年，这样叫做多闻变过。这样子咧就是刚经下来上到上升的时阵。那么他经过500年，这样子啦，有这个刚经，有这个温习。中正呢，有这个问题，有这个接受较多中正，所以人讲咧修正起妙，修正起法，有人讲叫做塔皮变卦。因为啊，离佛种去啊，就算相法，相法就咱相图一直相，相片的相法，但是讲咧用个看佛的影响来做信仰，所以人讲啊，他啦、庙啦、寺啦，去这个做，就是看到佛，哇，就安尼一直拜，大家发生起来安尼。但是经过500年，这样子啦，我拜无啊，这样子啦就开始啊，叫做道经变过时，道经就是讲修正啊，这派无多啦，咱这派才有多啦，这派天然的啦，咱这派都是正宗的啦。就开始这派每一派，这派每一派，这派讲这一派，这个教门讲这个教门，叫做道经变过时。那么这个尾啊，这个500年啦。从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最后这个最后那个，所以释迦就是讲，你这个第500年过了，这样子啦，大家讲我修呢，大家讲我修正，大家正法知道入去啊，这样子呢，就是你就要出来，修复和它全部不能断绝咯。所以各位，咱今仔大概佛历已经2560几年了。就是讲释迦佛已经12560几年，转入你的英文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有真正的记载，有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内容去呢。这是第一个要咱做报告，第二个要咱做报告，咱就是提了这个语力上升经，内底就是这个释迦佛的地主，真出名地主叫做优波夷。有一天啊，听说这个演讲的时阵啊，伊啦。心血来潮啊，伊就来问这个释迦佛嘛，伊来问释迦佛啦，伊讲，师父啊，你讲这个阿育多就是咱女的名，伊直接翻译叫做阿育多，翻译中文叫做无灵性哈。你讲这个阿育多未来的作为，如果无看伊做禅，无看伊师傅。到了伊就要来做佛，第一大因缘啊，释迦讲哇，问了真好，迄种体贴，恁大家注意听，唔是干伊背你听，大家拢注意听，所以第一个内底啊，要说出一段因缘，伊才讲咧，这个你莫看这爱多不修禅定无做禅
这是以前啊，搁12年后的2月15，伊会等于伊个国家乡，咱较早嘛个讲着，伊会等于国家乡的来去入团哦，伊新知识，迄个中出现如陈大人，上先知都是天做天主，只要入去众生哦。所以讲你无看讲伊无地禅哦，你无看伊有一套伊个特殊的方法修道方法，这就是咱今仔日一贯地主为什么咱无强调地禅？这就是你的祖师的宏观，咱较等下会讲着。那么，伊这个当中呢，伊再个讲啊，伊讲伊这里啊，是弥勒菩萨啊，以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归依处，各位重点就是这。这个弥勒菩萨不但讲伊根据多天咯，伊这是未来世众生的大归依处，众生若是要有所解脱。众生是这时间，你建立时间一定要归于弥勒的，叫做大归依处。那么这种若有归于弥勒菩萨者，当地世人以无上道不退转。所以咱喜欢咱的过法就是这。这2500年前，如来亲口演说，到这种是后500岁，那咱归入弥勒地主为弥勒灌输人，伫迄个无上道，就是最高、最上、最名个。法门内底啊，佫会当得到不退转，毋是干那讲入这个做过法门咯，讲入做过法门佫退转对做安尼是无效呢。就是讲今仔日若咱追求你的依照你的祖师的方案来修持，那么咧会当伫这个无上道得到无上道以外，佫加保险就对啦，挂保险不退转。这是伫佛经内底，你历上经中内底也记载得真清楚。所以今仔日咧，咱一贯地主咱讲，你的祖师应运普渡三途，各位对咱家己有清净。不管大人安怎讲，对咱家己有清净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，含伫各本经，今咱拢有甲咱报告。咱政治咧，不妨家己会使去参考一下呢。那么今仔日咱到了解目前是你的应运的时阵。以头了这2年无当了解是你的应运，但是到底是你的应运将来，咱是要去倒位？咱是要去倒位？咱大家拢讲52天，讲要等52天，那么到底要等52天，意思就讲无极就是讲有无限期，这就是真逍遥的所在。这个无极真逍遥所在，就是叫做不退转道嘛，就是无极期啊嘛。那么要去倒入去？那么其他的有其他对咱生活有偏见的宗教，伊嘛是会甲咱吓了。他讲各位，你信你的祖师啊，真正对来讲啊，你的祖师的多出天、多出净土，是伫欲界的第4天了。你将来才走到欲界尔呢，你还无断轮回呢。安尼你敢对？所以咧，咱有一贯地主啊，也针对看一个说假的，这个欲界天尔。那对面修个啥？不要做什么个，像那个什么堕落世界，做什么个到来那个什么堕落世界，其实而且那个用各位来做个，就那个你的他们的修行就是修行是这点，修行也就是修行是这，就是讲咧，咱这人在咧修办的过程，别人认为是在家修，在家修大家都有头哦，大家都有职业，大家都有家庭。修到规工，修到要死的时阵，你有可能断药无？啥物能够？你有可能把你的药能断掉无？无可能。那么既然你在规工的时阵，你的人生中带着药量的这个你的灵魂带着了药量，你要交代？你在干嘛？要改变呢？你要交代？你带了药量嘛？所以你的做出大的生存力这点，所以都要办理，安尼有注意无？你知影讲，阮这多孙后摆一定请你家来吼，我都叫等你。新城呢，新日今仔互我要来做生意讲堂，毋知影有有真人讲，要是昨天我到中山机场等你，你看安尼我有足方便无？足方便啦！所以你的祖师就是知影讲，咱要回天，咱要住不做转，依然即时根本就收袂到，绝对收袂到，所以用伊无量接收的神经。来创造一个你的净土，就是这个所在，要给咱练不退转的所在啦。
真正讲咱咱甲付出过分，咱接受你就袂咱就不对转，咱就是咱的目的就到啊啦，就已经到啊。所以讲咧，希望各位就是这样，咱来清净咱家己。那么有什么记载咧？上看我即摆就是讲咧，要来讲咱各位来报告这个你的净土的属性。那么净土大概可以分作三类的净土。那么第一类的净土叫做地境净土，达到某种究竟程度为能究竟。地境净土，这个地境净土咧，就是讲咧，出来因积极无量善功德。所表现出来一个用伊的功德，让治愈众生无灾无难，这个所在叫做净土。这就是咧佛因所有的人无所接触来神经，会让接触一个净土，这叫做地境净土。那么第二种的净土，就是叫做他受用净土，他是用别人去用的啦。就是大乘菩萨因某一时来做修行，但是因并无用理性修来神经，伊无法得一个净土。我到这个净土，这样子呢，就是由佛来这个净土，来和这个大乘菩萨在那个所在方修，这是第二叫做他受用净土。那么我有一种净土，就是叫做方便乐受众生的净土，方便来受众生，方便乐受这个众生的净土。那么这方便乐受众生净土啊，伊就是讲有真正众生。伊发大乘心，伊向菩萨道，如果伊修一世人还不未成道，伊一世人发生，一世人修道，但是伊还不未成道，对嘛？但是我嘛过来去出真言，嘛退算是足可惜。如果我来像整个样子，我来讲但认为如果无够少，对嘛？所以咧，这个方便乐受众生净土，甲你一出来净土，再甲你教互你去退算。咱呢就在这个净土就第三点，叫做方便乐受众生净土。所以就是因为有你的这个因缘，而且甲咱教育讲，假使讲下早来修得道，修道了后你发大乘心，发欢喜心，下早来归功，照常登记你的净土。因为你已发出欢喜心吗？已经发大乘心吗？虽然你大乘心嘛，毋过你按你做，你就参加哪个嘛？因为你大乘心发了。照常登记，这是咱各位了解。而且讲，咱是一贯道门来，你教你讲一世修，一世行，有原因有经济，不是咱安尼当然是口头凊彩讲甲咱骗起来，有伊个相当的依据伫遮。就是讲咧，你下当得到你的祖师，甲你乐受这个净土了后咧，你的祖师随着咱的适应就甲你教，就甲咱教到互咱不退转。所以这就是咧，咱今仔日对你的祖师修的一个修行的法门，其中之一。那么，尤其是这个你的净土上重要一个观念就是，你对目睭睇的那一刹那呢，伊的关系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伫遮你我咱各位互相来合作。但是讲你10岁开始修道，你开始修道。你是90年的道，第90年，你来